我叫李麗英。咁咧喺1995年咧，我就從中國移民咗嚟美國。咁喺1998年年尾咧，我就參加咗亞建社嘅會員。咁我家庭醫生叫鄭醫生，得到一樣喺鄭醫生嘅診斷底下，咁咧就醫病。咁因為醫生咧喺診斷嘅過程中就發現咗我嘅子宮有問題，可能係子宮瘤嘅良性或者係惡性。醫生為了要及時能夠給我嘅病能夠醫治，咁咧就介紹我去專科醫生嗰度檢查。我去到專科醫生嗰度檢查嘅時候咧，佢冇灣日炎。咁咧鄭醫生知道我呢個困難啦，咁佢馬上喺亞建社嗰度揾到個灣日炎，同我一齊去到個專科醫生嗰度去做翻譯工作，使到我個病情能夠得到及時嘅治療同埋恢復。喺呢咁嘅情況底下，我同我個家人十分感謝亞建社嘅醫生們同埋翻譯員。我要求政府有法律嘅醫療翻譯員，給我哋嗰啲亞建嘅人嚟到服務，咁樣咧嚟到解決咗啲病人嘅困難，亦都能夠及時能夠解決到醫生同埋病人會判錯診斷。